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1，马太福音18章35节安尼讲：恁逐个人若无对心底赦免家己的兄弟，也是姊妹，我的天父嘛会安尼对待恁，袂甲恁赦免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对心底赦免家己的兄弟，也是姊妹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权、至尊、至大的上帝，你满有慈爱甲怜悯，你的恩典若江河长流，你的公义若关山建立，你的信实达到强冲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我要来敬拜你，也要来学乐甲尊重你的名，因为你是阮活命的主宰。主啊，你要照阮的罪过宽待阮，反倒当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互阮通亲近你。主啊，你也爱阮学习你的款式，来赦免得罪阮的人，因为阮若无对心底赦免人，就你嘛会安尼对待阮，就袂甲阮赦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